歡迎大家再次收睇馬迷智頻道。6月8號今季第一次黃昏馬圓滿結束，今日我哋重點推介馬光年魅力順利勝出，今次貼4隻中3隻，下次我哋會繼續努力，希望幫到智友們贏錢啦。上次喺度呼籲智友們將馬迷智頻道推介俾同樣熱愛賽馬嘅朋友，反應都算唔錯，記得唔好俾佢停，季尾前將訂閱者推到6000人，感謝感謝。今日有匹馬值得留意，亦都會提供星期3主副嘅心水，記得由頭睇到尾啊！馬迷智嘅成立目的係同廣大馬迷分享一啲揀馬心得，一齊以小博大，刀仔鋸大樹。如果中意我哋嘅分析，就記得訂閱啦！心立演藝特約，上仗有好嘢。今日前半場嘅賽事，賽果顯示馬匹用跟前內檔慳位嘅跑法比較着數一啲。今日有匹馬，之前我哋都被望過一次，今日佢落班跑，以為10拿9穩之際，點知又遇到跑道偏差，途中仲要好多擠阻，最後佢都可以衝上嚟攞到第2。佢就係第3場容天鵬馬房嘅銳一。雖然今日佢喺5班度跑，而總時間又唔係超卓，由於陣上太多意外，而佢喺尾兩段嘅段速係快過4班嘅標準時間嘅，所以下一次佢上翻4班跑都要重點投注。銳一排住3檔起步，出閘嘅反應都係一般。雖然佢出閘唔係好快，騎師潘頓就非常努力將銳一擺喺鐵欄中間位置競跑，直到轉入直路之前，銳一沿途都慳咗好多位，以為今次係黃金機會取勝啦，點知頭2段嘅段速實在太慢，轉入直路嘅時候，所有馬匹都塞埋一嚿。銳一去到最後300米，以為有位出，點知外側由黃寶嚟策騎嘅古浪非凡就唔俾位佢出。銳一去到臨尾150米先可以真正望空，以勁勢上前。臨尾50米仲以為可以追到賺盡形勢嘅連心星，可惜今次都係飲恨第2。以佢今場嘅表現，相信上4班都可以攞到1場頭馬。嚟緊星期3快活谷夜賽又見到納豆仔出場。上仗之前，我認為納豆仔好似攰咗咁，但無畏熱嘅練馬功力認真超凡，令納豆仔喺上場攞到香港嘅第3 win。智友們都會諗，點解隔咗幾個禮拜又出呢？如果智友們心水清嘅話，都應該知道，如果納豆仔喺呢場再下一城嘅話，往後就可以得到額外嘅獎金，所以喺鬥志方面就不用懷疑啦。但係納豆仔今次所遇到嘅對手，我個人認為比之前強咗好多。今次始終都係佢初上2班嘅第1場，所有嘅對手喺今季表現都相當之厲害，能力係實而不華嘅。當中今次有一匹嘅對手，智友們都應該知道佢我今季嘅愛區。今次真係手掌又係肉，手背又係肉。智友們，若果你係我，你哋又會點揀呢？可惜今次納豆仔出賽，我又唔可以入場支持佢，原因係當晚又有工作在身。上一次搞網聚喺場外睇住佢衝上嚟贏，都相當興奮。今次我就身處於新醫館，喺唔夠1公里嘅距離裏邊支持佢。不過賭馬唔能夠感情用事，就算你好中意匹馬都好，你都要抽離一下，客觀睇下佢嘅能力係咪可以應付到嚟緊嘅賽事。有見及此，雖然康樂高球係初次跑快活谷，我個人認為康樂高球喺呢場賽事裏邊，佢可以進可攻時，退可守。如果有馬搶頭，佢就可以喺中間位置度競跑；如果冇馬放頭嘅話，佢就可以自己放頭跑。喺642場次，康樂高球可以贏到啱啱贏到級制賽嘅和平波，能力方面應該係傲視同齊。康樂高球排住5檔起步，出閘嘅反應都相當之快，好快就可以喺前面嘅位置競跑。雖然沿途康樂高球都要望空，蝕住位咁跑，好在頭2段嘅時候都比標準時間為慢，令佢跟住前速銳利嘅遙遙領先都唔使咁吃力。雖然和平波喺呢一場有少少慢閘，喺末段嘅時候以為佢一衝而過，點知康樂高球尾2段嘅段速都快過標準時間，末段嘅時候都快過標準時間差唔多1秒，可以見到康樂高球嘅變速能力相當勁，估計佢好適合跑快活谷。希望今次佢又可以幫我哋智友們贏錢啦！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，呢一場我哋要4號康樂高球、 8號遙遙領先、 5號太陽勇士、 9號立百川。而另一場嘅心水推介係3班嘅1200米，呢一場我哋要11號金牌活力、 4號安康萬里、 9號廚神、 1號飲杯。民以食為先，辛苦揾嚟志在食。2號平日翻工，公餘時間3號跑馬咁辛苦，梗係想食翻餐好嘅4號去慰勞下自己啦。位於金巴利道對 Vigo 入面，無論6號主食定係小食都非常出色。 7號特別係佢隻招牌炸髀，真係我近年食過最好味嘅。咬落去皮脆肉嫩，香脆多汁， 10號平民價頂級之味。食翻隻美味炸雞髀， 12號贏馬過關易到痹。 13而家號智友們有福啦！快喺馬迷智14號嘅訂閱者去到金巴利道對 Vigo，堂食享有全單9折優惠，智友們萬勿錯過啊！最後都希望馬迷們幫我哋點讚、訂閱、撳埋個鐘仔，接收我哋第一手嘅資訊，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集思廣益，作深入嘅賽馬交流。最緊要就係分享埋俾你中意跑馬嘅朋友啊！
祝大家贏多啲，我哋下集再見。